大家好，我係三藩市交通局嘅社區公關梁秋玉，喺呢度先同大家拜個年，祝大家新年快樂，龍馬精神，身體健康，萬事如意。咁喺農曆新年期間呢，三藩市交通局都會參與好多嘅慶祝活動。咁其中第一個呢，就係2月14號喺三藩市華埠都板街舉行嘅農曆新年花市活動。三藩市交通局嘅攤位咧係位於 Jackson 街、加都板街同埋 Stockton 街之間嘅，歡迎大家嚟我哋嘅攤位一齊同我哋互動玩遊戲。如果你中獎嘅話咧，仲會有特別嘅紀念品，我先同大家嚟一齊睇一睇係乜嘢嚟㗎？就係中國嘅傳統嘅揮春，恭賀新禧，出入平安。作為交通局咧，當然係希望大家出入平平安安。另外咧，我哋仲有呢個利是封送俾大家噶，係咪好靚咧？上邊嘅設計咧係一個 cable car 纜車，所以咧係獨一無二嘅。希望大家嚟我哋嘅攤位同我哋互動玩遊戲，就有機會攞到呢啲好靚嘅獎品嘅。如果你錯過2月14號呢次活動咧，仲有一次機會，就係2月28號喺三藩市嘅 Ocean 街 Unity Plaza， 都有一個農曆新年嘅慶祝活動。地址咧其實係靠近史勒達河其中一個停車場嘅。希望大家咧2月28號再同我哋一齊慶祝呢個農曆新年，到時見啦！